预防社为七八起开放第二波主要对象，这就是超过65岁时代，也有还未读册的囡仔。美国即有一项上新的研究，发觉讲体重伤过重、伤大块的人会降低预防社的作用。医生解释讲，因为体重伤重的人新陈代谢会比一般人较歹，影响到免疫系统。若大块的人，因为去胃到流感了后，病毒浓度就会变较悬。就算是做流感预防社，效果嘛无亲像一般人遮尔好。不过医生嘛强调讲，有较赢无，有做也是比无做较妥当。气温变冷，温度降低，民众酷嗽，就惊讲流感佫找来斗。有个人会选择做预防社来增加保护力。不过有研究发现讲，若是体重过头重，也是讲较肥的人，因做预防社的这个效果就差一块去啊。那因为它同时会影响免疫功能，所以呢，它也会造成这些肥胖或过重的成人呢，他感染一些感染症的风险会增加。肥胖或是过重的成人在感染流感之后，他的死亡和住院率都会明显的上升。以 BMI 身体质量指数来个估算，这个数值若是伫个24至27，安尼就算过重啊。要若讲超过27，安尼就是达到伤大块的标准。美国有研究咧讲，这较大块的人，因的新陈代谢甲一般人比起来有小可各样。大块的人的这个免疫细胞会来致使疫苗的作用减弱去。另外，调查嘛有讲到，大块的人若是去治疗这个流感，伊病毒的这个可度就会较悬，甚至讲若是叹气够虚的，安尼伊喘气出来的，就会走较侪病毒出来。也就是讲，较毒，佫较会去共胃着。目前的研究看起来，他们还是会产生抗体，也就是说，有打疫苗还是一定比没有打要好。在2016年呢，就已经把BMI 超过30的成人纳入我们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对象。虽然讲体重过重的人，伊做预防社的这个效果比一般的人较无好，不过医师强调讲，有做要是比无做加好哩真济。疾管署嘛提醒讲，伫12月初8开始，就要来开放第2波的这个公费流感疫苗的预防社通知，对象是这个65岁以上的聚会人，甲还未读国小的学童，若是有符合身份的，就要量早来做，安尼才会当降低流感烧坏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